政府区段征收常常发生争议，今仔日是818拆政府事件的12周年。有一寡自救会成员就呼吁政府，就要废除这区段征收的法令，才会当保障人民居住甲财产的权益。以政策之名行土地掠夺之实，很抱歉哦，因为真的遇到家人被迫迁，是真的很难过的一件事情哦。讲到封闭大爱清扫的代志，社岛开发案自救会成员讲话讲到后甜，因为这个过程实在伤痛苦。包括社岛案、航空城案等等几啊个土地征收案自救会成员，选伫今仔日18，也就是前大埔土地征收案12年前引发8月18拆政府的事件。今仔日开记者会，控诉红区段征收的无奈。征收我们的田地变成农地，变成工业地，之后3年5年通盘检讨之后怎样，又会变成什么？迁地嘛，就是你标准的这跟财团在挂钩，这个是我们抗争的一个主旨。亲像航空城案的3件诉讼案，最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决，确认行政机关乌白甲无同意者的土地纳入去区段征收，属于违法。要协助大埔案官司的律师批评超额征收土地根本是违法违宪。必须不断的抗争，不断的开这样的记者会，因为他们只是为了要守护家园，要抵抗地方政府、中央政府以及跟土地投资客。面对各方呼吁，虽启动区段征收修法的程序，内政部强调讲，区段征收是都市土地整体开发的方式之一，会持续精进土地征收的制度。对各界的建议，嘛会纳入去精进土地征收法制度的参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